我来练先，我来拍喙鼓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。我是小嘉。小嘉，你敢有发现这几年啊，常常看到的新闻是甲咱台湾的交通有关系？有啊，毋过大部分拢是看到迄款较恐怖的车祸呢。对，你敢知影咱台湾一年啊，伫这个交通事故死亡的人偌济？互你摇看卖咧。千几人。才有3000个人，3000个。啊，恐怖呢。啊是讲小嘉，你敢会晓赛车？我有驾照，毋过我无得赛车，所以我嘛是上好是莫赛车较好。就是你有去考啦吼啊，但是对，考着驾照了后，就毋捌赛车。我相信应该有真侪人是安尼啦。对，我这有听足侪人讲，就是有去考着就无咧赛啊。其实咱这赛车迄上重要的，就是爱经验嘛。我知影你是逐工在赛车的人，所以你对交通即个议题是较有感觉。有发现讲台湾有几项危险驾驶是直接看到的。你家己敢有感觉啥物赛车的行为互你足讨厌的？第一项是大家公认的，就是啉酒驾驶的这个问题。啊，对，这就系，这是敢若全世界拢有的问题。对。过来是这个无咧拍方向灯的。也是讲拍毋对的，你本来要正弯，结果拍去倒边安尼。对。毋过我就上讨厌讲要转弯，无爱拍方向灯的啦。无就是驶到路口遐，才甲你拍方向灯。安尼个上班啊吼。我足讨厌即种行为的啦。你袂你就较早拍的嘛，吼。对啊，因为亲像即款伤晚拍的，也是讲拍毋对方向的，其实拢足危险的哦。对啊。因为你后壁对车吼，会去判断讲你是要直行，还是要正弯倒弯。算讲后壁车会袂赴反应啦。对。过来就是无咧保持迄个安全距离。我感觉对我来讲，安全距离这件代志足重要的。不管你是赛车还是骑车，对啊。我捌看过一个新闻吼，是讲日本驾训班的教练，车有6成拢认为讲你无保持距离是主要的事故原因。好，安尼确实是真危险哦，若是无保持安全的距离。对，所以你甲看日本人因咧赛车吼。因伫掠迄个距离拢掠足长诶。这是有一个规矩，还是讲这是靠你的经验吗？无啊，因为你若赛车，你若对伤我头前若打洞啊，你后壁会对袂赴，就是反应袂来啦。反应袂来就定都安尼就撞起你啊。所以即摆世界主流若讲要安怎去掠迄个安全距离。伫个世界有咧推广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叫做3秒原则。什么叫做3秒原则？就是讲，等咧赛车的过程你就会去找一个，比如讲路牌啊，还是讲车红灯啊，不管，就是讲后前车伊若过迄个车红灯，还是讲过迄个路牌了后，你对后壁的人，你就开始算3秒，比如讲1秒钟、2秒钟、3秒钟。算到3秒钟的时阵，如何换你要经过车红灯还是讲路牌？这款的方法叫做3秒原则。原来还有这个。对，咱台湾是讲啥物？你速度偌济，你要掠几公尺的距离？但是咱讲真的，你咧赛车。对，你咧赛车的时阵，你真好去算迄个距离啦，到底有偌长？对啊，有的人对迄款距离的概念一点仔拢无，1公尺、2公尺、3公尺是偌长，伊嘛毋知影。对。对，所以算这个时间可能会较好。对，所以主流即摆咧推广的，就是讲3秒原则。
吼，尤其你驶高速公路的时阵，吼，迄个3秒原则一定爱抓出来。OK，好。啊，你若咧驶平路吼，因为驶平路伊的速度较无遐悬，啊，所以2秒。对，用2秒。啊，真诶哦，吼。对，2秒原则，对。OK。啊，我甲你讲我经验吼，我做讨厌我驶车的时阵，后壁的车吼去夹我的车尾啦。迄真正就讨厌诶，对调。夹我的车尾溜啦，迄种感觉袂输咧共逼车啦。啊，所以我做讨厌迄种行为啊。谁拢无介意，莫去做迄款代志。好，啊，过来是使用手机啊啦，吼，因为这就害诶。我都想无讲，有诶人做合诶啊，伊都若驶车，若看手机啊，放伫迄handle路遮啦。一手换handle路啊。手机中毒啊。对啊，一手换handle路啊，一手举手机啊，你咧看，你咧背，是咧背啥意思诶？真侪车祸都是安尼来诶啊。对，伫咧驶车诶时阵用手机啊，实在是足危险诶。毋管是驶车还是讲骑奥多摆，拢袂使用手机啊。这是基本诶原则啦。因为毋是讲罚钱诶代志，佫无算啥，主要是足危险诶，真正足危险诶。顺续甲你分享一个我伫咧荷兰诶经验吼。伫咧荷兰就足侪人伫骑脚踏车。伫咧几年前，政府嘛有一个新的规定，就是讲你骑脚踏车嘛袂使用手机啊。迄个罚单互警察抓着是差不多爱100块左右哦，澳元。对，我是毋知影有偌济人去互抓着啦啊，毋过因为我住诶所在较庄脚，你不时嘛是会看着学生啊，若骑脚踏车，若撸手机啊。我就想讲，这实在足危险诶。毋过确实即摆有较少啊。就是自从有即个法律了后，你莫想讲你迄脚踏车无车牌，警察都无法度甲你开罚单，共款是会使哦。身份证摕出来，罚单就寄到恁兜去啊。就是讲，不管你咧使用啥物款诶交通工具啦，吼，上好拢专心去看路，莫看别项物件，吼。对啊。我顺续补充一个吼，佫有一寡危险的驶车行为，就是你无开大灯。对。尤其是伫咧落雨天，也是讲天色较暗的时阵，大家会袂记住。就讲迄大灯无开，这嘛是足危险的，因为开大灯毋是讲天若暗，你会使照迄个路。迄主要是讲要互人看着你。对。我家己驶车嘛是安尼。比如讲，若落雨天诶时阵吼，我诶大灯我都甲切开。因为落大雨嘛，视线歹嘛，你若无切电火，你要去看边仔诶车，看后壁诶车，足好看诶。对。所以大家都爱会记得爱开大灯安尼。是讲即摆诶奥多摆，我所知影诶，就是新诶车，敢若大灯诶开关是拢无安尼，就直接你发动诶时阵，大灯就有开安尼。对啊，你即马奥多摆是安尼啦，对你若发起来，迄电话就会自动倒起来。若四轮诶，有迄款日头灯啊，因为即摆诶四轮诶，因为拢有迄种感应诶头灯，就是讲天色若较暗诶时阵吼，伊迄个大灯就会自动切开。安尼是较方便啦，就是讲，若有人会袂记你诶时阵。我是感觉讲，你若连切大灯这个代志你都袂晓，无你过去莫驶车好啊。就是讲，迄个你咧驶车吼，咱用迄个巴士路道嘛，巴士路道顶悬拢有一寡指示灯，甲你讲你即马遐个指示灯是啥物。你若看无迄个指示灯，你真正嘛莫驶车好啊啦。对啊，就是因为你驶车迄个时阵，你就是爱全方面诶，迄个物件拢爱去顾着。迄个你拄则讲诶，什么道？巴士路道。你若是拢都无咧看，你是安怎要驶车？对啊，我感觉这是上基本诶物件啦。对，无毋对。佫有一种危险诶行为吼，就是你要超车诶时阵是为正手柄，我感觉这足危险诶呢。对。毋管是伫咧高速公路，还是讲伫咧一般诶车路，拢共款。
你若要超车，一定爱为倒手边，袂使为正手边。我知影讲伫咧高速公路吼，有真侪人共款是会为正手边去超车，迄是因为驶伫咧内线诶人实在是伤慢啊。吼大家都爱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讲内线是要互你超车用诶。你若是要固定迄个速度伫咧遐驶车诶时阵，你爱驶去正手边，莫驶伫咧内线。因为会造成足侪人诶无方便，就变成讲我要超车时阵，我敢若会使为你诶正手边，我袂使为你诶倒手边，因为你诶倒手边诶内线都是你踮遐伫挡路啊，对无？对。因为咱诶法规嘛是规定讲超车爱对倒边，袂使对正边。你规定拢无咧遵守诶呢？你不管啥物车，你若对正边超车，都是拢是违规啊。是安那会安尼规定，就是咱台湾是倒边加速，所以你倒边加速，你若对正边超车，迄视线较歹，嘛较有视觉诶问题，所以咱才会规定讲，拢爱对倒边超车安尼。咱经历诶即几项危险诶行为，当然毋是唯一诶啦，阁有其他真侪，若是咱后壁有讲到，会使阁补充。好。咱今日主要是要来讲整个诶交通问题啦，不过这个范围实在真宽，咱会分做2集来讲。这一集就是要先来讲，咱不管是汽车、机车，还是讲行人，还一寡问题，上主要是要讲这个行人甲骑机车，因为因诶路权受到真侪限制。必须讲，即摆有真侪人对交通真有感觉啦，感觉啥？感觉讲咱有真侪问题爱处理啦。即阵上接听到诶，就是讲人本交通啦。啥物是人本交通？人本交通就是讲以人做根基、做本位，来发展规个交通诶网络诶运输系统。咱即摆台湾敢是人本交通？毋是，咱台湾诶公路系统是copy美国诶。了解。是讲我嘛定定看到新闻啊，尤其是国外媒体讲咱台湾是行人地狱呢。这是要安怎改善呢？你讲到行人嘛都是即个过路人嘛。咱先来讲行人伊直接撞到诶问题啦。行人诶部分会分做2点，头一点是硬体设施。第2点是驾驶诶教育观念。其实咱先来讲硬体设施啦，硬体设施咱先来讲第一项，行人路真欠缺。咱伫台湾生活诶人都知，咱台湾普遍诶即个车路啦拢无行人路诶规划。对，我会当理解。除非讲你是较都市，这可能较有行人路。毋过咱诶行人路宽度无够，就准拄煞啦就达不时就一寡物啊吧有诶无诶，比如讲有变电箱啊啦人诶喷啊啦，炸伫路中。对，就人诶喷啊啦遮物件。车嘛阁停咧遐。对，这是真大诶问题啦。过来第2点就是行人站路线上挖路口。站路线是过路线对，这个行人站路线是我家己想出来诶一个事啦，我毋知影我安尼讲，毋知有理想无？所以大家都罔参考啦，啥讲行人站路线上挖路口？因为咱知影讲，若挖路口诶所在，伊就愈危险。要正我的车，甲即个行人站路线伤挖近。伤我近，滴出你诶迄个视觉就会走出来啊。定真侪驾驶目睭可能生伫头壳顶诶款，所以伊就拢看袂到过路人咧行路，怎甲弄起哩？当然出代志都借口一大堆啦。不过就是讲，伊即个行人站路线位诶所在，确实嘛有真大诶问题啦。对，这我家己有经验啦我有当时伫过马路诶时阵伫过路口诶时阵。我就看到迄站路线，伊画诶所在足挖路口诶。我伫遐等诶时阵，我毋敢徛伫上头前，
我就讲徛到后壁，因为我感觉迄车若要弯的时阵，敢若会去弄着我，所以我拢徛足后壁的。对，所以较早咱知影讲，即个车吼，伊若要转弯的时阵，速度拢足紧的。照讲你速度爱放较慢的。毋过真侪不管你骑车也好，赛车的人啊，伫转弯的速度拢足紧的。迄啥？就是拢无咧考虑着站路线顶头是毋是有人嘛？对啊。这就是要讲来第二点，即个驾驶的教育观念嘛。较早咱台湾人毋知是去互对讲拍着是安怎，那伊是人咧让车，人行伫咧路里，伊无任何绑金铁仔咧甲保护呢。对啊。所以照讲是车爱让人，毋是人爱让车。对啊。有当时咱若行伫咧行人站路线时阵，赛车的过甲你挤喇叭呢。对啊，毋过我感觉讲即几年政府有伫咧宣导啦，就是讲你车若要过有拄着站路线的时阵，一定爱互人先过。其实这毋是新的物件呢，这是本来迄个交通的规则内底都有写啊。毋过拢无人伫遵守啊。所以即摆有伫咧开罚单的时阵，大家才会较顶真，你知无？毋过这本来就是应该爱做的，毋是讲爱人讲你才要去做。所以我感觉伫咧驾驶的教育观念这方面，台湾是真正爱搁较加油一点啊。对啊，无毋对啊！你甲看政府若发落的时阵就开始有人咧complain啊，讲啥物你行路人行较紧诶，安怎拄安怎，是要行较紧。对啊，这就本来就是爱让啊，有人伫咧站路线底行时，本来就是爱让啊，这是合理的，这是规矩呢。本来就爱让啊，无是要行偌紧。你若拄着迄举拐仔的，还是讲塞轮椅的，人就无法度，就无方便嘛。是要叫人行紧，是要用陪呢。所以人本交通的概念就是啥？就是以人做主嘛，以人为主嘛。无毋对。其实即马先进国家啦，因对交通的概念就是，你要赛车的人，你就要去承担迄个无方便。互你知影讲赛车是一件足无方便的代志。安尼真合理。对，所以这个部分咱会可能伫后一集咱的交通改革迄部分，咱再过来讲啦好，咱过来刷来是机车咱要来讲机车。咱台湾的机车有分做4个色水的牌。其中是这个青牌、白牌、加黄牌、红牌。青牌就是50cc 以下的，50cc 起里的都是白牌。我骑的是白牌。白牌呢，就是 50cc 起里，一直到 250cc 以下。过来超过 250cc 起里的，叫做黄牌。黄牌佫去到红牌，迄拢一个cc数的规定不过咱即摆的红牌甲黄牌，因的路款是共款的。即摆骑白牌的人较济，大部分伫咧路里的拢是白牌啊。对，因的路款受到真大的限制啦。安怎讲路权受到限制？这就是法规的问题。比如讲白牌的机车，你袂使骑伫咧内线，袂使伫咧内线倒弯。因为这项规定了后，变做政府伊咧车路设计的部分，伊为着要应付这个法规，伊就去创一条叫做机车优先道。机车优先道是啥？讲实在，迄就是叫做慢车道啦。慢车路啦，伊这个慢车路，汽车敢会当驶起哩？会使驶对，应该使嘿。但是伊有几项规定，对于汽车你若要驶起来这个慢车路，有几项规定。第一，你一定爱让机车。当然是一定要让机车，好。过来，你要停车的时阵，会使驶伫慢车路顶悬。你要为路边要出来的时阵，你嘛会使驶这个慢车路。过来，你要正弯的时阵，你要挖路口进前的30公尺，你会使先驶入来机车的慢车路。敢若这3项状况，汽车才会当驶。你拄则讲迄过程我是头壳内底有画面我感觉足复杂的呢。对，是真复杂无毋对啊。但是我讲实在，这款的什么机车优先路一点路用，一点作用都无。
啊，是安怎讲？即款车道拢是互汽车咧停车用诶尔。对啊对啊。你叫奥多摆去要徛倒位？对啊，你叫奥多摆哦，拢去徛迄个机车优先道。啊，机车优先道都5、4轮诶插几排，你叫汽车要徛倒位？对啊。我感觉即款诶车路设计都足无合理诶嘛。啊，是安怎伊要创即个机车优先道？就是因为内线歹互机车徛，吼嘛袂使直接倒弯。啊，所以伊毋才去创即条机车优先道。啊，刷落来第二项车路设计无合理诶，就是强制所有诶奥多摆拢爱去两段式诶倒弯。啊，两段式诶倒弯是对倒位来诶？是参考啥诶？是参考日本诶。咱台湾诶倒弯等于是日本诶正弯啦。啊，就因着日本规定讲50cc 以下，你要正弯都爱两段式诶正弯。毋过，这毋是逐个路口拢有创即个两段式诶倒弯咯，遐看路口。对对对，若是讲迄个路口较大诶时阵，一般来讲拢是爱两段式诶倒弯。对。啊，若是较细路口，比如讲一般诶车路、车道，敢若一条诶时阵，就会使直接倒弯啦。对对对，啊，毋过咱台湾是规个徛白牌，你拢去两段式诶倒弯啦，啊，这是真无合理诶所在哦。吼，啊，所以你拄则讲咱 copy 美国诶，啊，即摆佫 copy 日本诶，啊，问题是即两个国家诶交通诶状况，甲咱台湾佫无共，啊，伊即边 copy 一个，迄边 copy 一个，安尼敢有适当？当然无适当啊，啊，所以定定咧车祸诶原因就是安尼来嘛，因为白牌诶路权受到限制，徛奥多摆拢徛伫咧正边嘛，啊，你动这样顶诶时阵，这问题就来啊哦。动这样顶诶时阵，比如讲即摆若车顶要起步，赛车诶人伊要正弯，啊，骑奥多摆诶人伊要直行，即款交流诶状况都真够出车祸哦。对啊。啊，所以讲这是机车诶问题啦，尤其是白牌诶啦，吼。过来是就是红牌甲黄牌诶路权吼，因拢会使徛快速道路啦，吼。是。但是因无度徛即个高速公路。但是咱诶法律啦吼，伫个立法院已经通过红牌甲黄牌会使徛高速公路。啊，毋过实际上也是无法度。无法度，因为咱行政机关无愿意处理即个代志。啊，这是早晚爱面对诶啊。对啊对啊，啊是安怎立法院会通过红牌甲黄牌会使徛高速公路？迄是因为咱台湾要参加 WTO 都有即个规定伫咧。啊，所以咱台湾都爱通过即个法律，但是通过罔通过咧，行政机关无想要执行即件代志，要甲你放烂烂。无咱来讲汽车好啊。啊，汽车就几项问题啦吼，真济驾驶吼拢有迄种压霸诶心理啊。你敢有感觉着？有，像讲我赛车，我较大。对对对，定着安道路吼，袂输快车手迄款型诶啦。嘿，啊，车驶甲安尼夭寿凶。啊，我讲一个经验，就是我亲目睭看到诶，就是咱拄仔有讲行人嘛吼，过路人，啊，要行即个站路线，要过马路，啊，就形容一台车驶夭寿凶啦，夭寿紧啦。人迄个行人过路人都已经徛伫个站路线顶头啊，准备要过马路啊，啊，驶车人家己喇叭，逼因爱退啦。凭啥物啊？我行伫个站路线呢，为虾米爱我退？啊，这都是教育的问题啊。驾驶水准的问题。对啊对啊，迄是即几年啊吼，较有咧讲即个交通的问题。啊无较早，迄毋知死偌济人去啊呢？毋敢去想。伊迄都是赛车的人，个驾驶的心态做嚣巴的嘛。对，迄款大只的车拢无爱去让迄款细只的车，还是讲过路人安尼。对。正常国家是大只车爱让细只车，吼，啊，咱台湾拄好讲倒摆是细只车去让大只车。对啊，我有伫徛倒摆，我就知影，你嘛是有嘛，对无？有啊有啊，比如讲我今日正常徛倒摆啦，啊，徛伫个路里啦吼，比如讲我头前有一台车，啊，我就正常徛啊，对伊伫后壁，吼，啊，我后壁迄只车伊就袂爽啊，伊就甲我二喇叭，啊，离我足近诶。啊，我毋知伊安尼是啥物意思呢？我都想无啊。迄就是拢无咧尊重别人嘛，无甲别人诶性命当做是一回事嘛。安尼真正足害。啊，过来就是
赛车的驾驶拢无愿意烧娘啦。啊，我补充这个大只车毋愿意让小只车，啊，毋但是大只车无愿意让小只车连这个共款甲伊平平大只车的人，伊都无愿意烧娘呢。我比如讲，今仔日啦，我上高速公路，啊，伫个交流道要切入去主线嘛，啊，或者讲若咧塞车的时阵，因为塞车嘛，啊，车速真慢，啊，我要切入去主线，啊，后壁迄只车无爱让呢。看着我方向灯拍落尔，伊原本还佫有一节个安全距离哦，伊怎油门吹落，甲迄个安全距离甲关起来，我互我切入去呢。啊，即种就是足无合理的现象啊，因为咱赛车毋是讲，因为我是直行的，我伫迄主线的，所以你上高速公路你要插入来，你就一定爱让我。迄其实你爱看状况。你看日本人赛车，敢拢是咧讲交通规则。无影呢，日本人赛车除了因个法规以外，佫有因人的素质甲水准，因会愿意去烧让。伊袂讲我今日我直行的车我上大，所以你不管你要转弯出来，还是你不管什么状况，是不是塞车，我拢无爱让你啦，因为我直行我上大。啊是讲，人毋是讲咧讲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，啊那会一坐伫咧车里，手换伫咧行道路了。都规个走正去啊！都规个变一个人去啊！系啊，这是要安怎改善？头疼。这都真正对人来做教育啦。这部分咱当然咱可后一集咱再来讲。好，过来就是这个玻璃纸搭伤乌的问题。玻璃纸伤乌。对，咱即马现出是咱伫个路里看到的车车高成啦，你看因的玻璃是毋是拢乌索索？迄个炸日头的嘛，对吧？对，拢看袂到伊车内是啥物状况嘛。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啊，你搭甲乌是要怎？做啥物歹代志？对啊，你若毋是啥物通缉犯还是啥，你搭甲乌对行车即个行为是一点仔帮助都无呢？迄是加增加你的危险尔呢？是讲，因为我毋捌坐过迄款玻璃纸搭甲乌索索的车吼。若是你坐伫迄款车内底，你敢看外口敢看会清楚？还是讲是无差的？搭迄款纸的人拢嘛甲你讲，伊看甲足清楚的。实际上你若到暗时迄时阵，你就知影。对，你是较无啥物问题，毋过到暗时的时阵是啥乌索索呢？就是乌索索啊！有的人就是因为玻璃纸搭甲乌密码，迄个大灯啊，才去改，改迄个要求光的，会去人插掉迄款的电话。要修我感觉是应该爱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讲，迄车袂使搭迄款玻璃纸啦，应该爱甲伊规定起来，因为迄是安全的问题，毋管是讲赛车的安全，是讲人身的安全。有当时你为外口若是看袂到内底赛车的人，其实嘛是一种危险呢。对，咱先进国家拢有去规定讲，你前动的玻璃爱偌济透光率，你驾驶座甲副驾驶座双边的玻璃，迄个透光度爱偌济，但是咱台湾拢无规定啊。不过迄款赛事链的要掠因伫咧赛车的时阵用手机拢掠袂着，因为翕相会翕袂着啊。对，伊若是因为用手机无注意路况出车祸。因当然袂承认讲因是咧用手机较实即个方面可能法律爱小改一下。我感觉迄车的玻璃袂使搭迄款乌纸。对，这嘛是咱过来后一集会去讲到的问题。好，安尼咱就先讲到这。即个交通的题目一讲落实在是伤宽，咱后一集再来讲改革的目标甲方向。嘛，欢迎大家伫 YT 也是其他的社交媒体留话来讨论哦。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，拜拜。拜拜。